但如果話俾你知嘅係你失敗原因係因為呢個社會過往一直都教錯你點樣去 set 目標，到你 set 目標嘅時候有啲咩迷思同埋常犯錯誤。咁而第一個都最大嘅迷思就係我哋由細到大都被呢個社會同家長教導，我要設立一個結果導向 result-oriented 嘅目標。例如我一年要揾到50萬，就係好多陣時咧事情嘅結果咧都係超出咗我哋控制範圍之內 ，out of 我哋嘅 control。例如今日 let's say 我年頭目標我係想一份 dream job 啦，但問題就係而家個環境景唔景氣咧，甚至乎你想入嘅嗰個行業或者嗰間公司到而家請唔請人咧，其實呢啲環境或者呢啲因素你都控制唔到㗎，而呢啲因素都會影響到我哋到底最後我哋係咪可以做到嘅嗰一個結果或者達成嗰一個目的。咁第二個問題就係當你成日都做唔到你嘅目標嘅時候咧，你就好容易會俾佢摧毀咗你嘅自信心，你自然就會出現自我質疑，而呢一種嘅自我質疑喺個累積嘅過程入邊，就令到你好難有 motivation 去開啟下一個目標。而第三個問題就係一啲好抽象、好 overwhelming 嘅目標咧，會令到你好想去逃避。嗰陣時咧，我哋結果導向啦，我哋未必會好 detail 去到諗喺過程入邊我哋要做啲乜嘢啦，從而會增加咗我哋心理負擔，因為我哋唔清楚就會導致咗我哋好容易去拖延，甚至乎去逃避去做嗰一件嘅事。咁呢個思維上嘅問題咧，就令我諗翻起《Lesson in Stoicism》呢一本書啦。